小星星，咪咪唔係你好的啊，不要那么自责啦。哪张没自责？本来给咪咪就花痴。你自己以前也是花痴啊。对啊，花痴。你两场强修。干人家怀疑你还把他打爆。还有一个狗，你找人继续挖月啦。好嘞，好嘞，妈哟！这种事情没有人希望发生的。你会不会再提了？妙伟。爱到得了，强者双脚，强者下行，阮是袂倒嘛该一声，用力拼出聪明，不管路上有个恶蛇。迄因为同学都注意学姐，姑什么欢喜，冲嘛？穿这么露，超风一点，看着就不顺。吗？我也这样觉得呢。不过老女头拜动枪，歹势哦，爱讲错嘞。奶奶有冲击，姐。妈，哪有冲击？跟咪咪哦，又无你暗藏感情，又无你好交朋友，又无你好爽。韩哥，来通交头讲啊，佮妈妈动作就过神嘞，佢无想去搭佮爸爸啦，因为佮爸爸有透过，又管佢东人，就像诶像唔对牙球用诶啊，就懂叛逆。奶条按的哪有都叛逆啊？牙球讲，我对野马不输高。这敢要滴哦。其实，俺要要笑啊，唔必要要拄到强勇的情形。上看来，
阮做迄女儿用个啥？哦，等有安尼的事情啊，这个不至于就讲不伫的吧？其实哦，要这种事情啊，要懂加发生啊。很多国中女生甚至高中女生怀孕了不敢讲，或根本不知道。像子宫外孕这种是有征兆的，可是痛就以为是肚子痛，流血然后以为是生理期。哦，照你的意思，那个小星星这么踢他一下，算帮他忙哦。你这样说也对了，至少明明不用一个人去面对啊。金毛，买的都得老几分数啊，对吗？其实我有看过一篇报道，佮伫尾图就写讲，现在在那个中辍学生里面，现在迄亲友谊就是加入帮派。啊，什么的呢？最大危机，觉得忙结婚就态度是啊。其实，就甲外面有老小星星讲啊，外面要瘦，下礼拜就要拄到人咪咪汹涌的情形。可是啊，这里的学生毕业之后要去哪里，要做什么，才是最大的问题。吗？迄毕业过后，无福教稳定力，其实就要重新适应新的福教呢。物价和迄汹涌案呢，嘛该事情就要考试教，请容易哦，就会行转头摆的路。哦，照你的意思，那我们就要办什么中途高中、中途大学啊？毕业以后还帮他们找头路哦？啊？你要就刚刚安尼，刚好。可是哦，亚哈很多那种社福机构啊、宗教团体已经在做这样的事了。错啊！老记着学生的向下研究呢，建立的信任老感情啊，迄讲无继续对象哦，真经当打算也段时间暗杀嘛。嘿呀嘿呀嘿呀！你要怎么按有时按不哦？啊？你要都唔是结婚的啊，唔是恭喜你了，啊，嚯，按伟大送你们一个对联啊，一边呢神雕侠侣，一边呢中途之光，横批嘛干点毛，孤大老人 S 六杀。冇好笑啊，唔好意思。哎呦，人家就他唔识啦，我都给搞你丫头呢。马凯，张老师，你是不是 gay？ 马开呀，你是 gay 哦？你才是 gay 嘞！注音讲啊，迄讲你无中意丽美，应该就表示你 gay。可以很正经的 gay 哦。其实，中医生来也是什么？焦老师，我不是 gay。哦，无好笑哦。你刚刚是真的问？
你来干嘛？你干嘛那么臭？哪有？没有啦，我来是要告诉你，那天你看到的女孩是 Maggie。Maggie 是我美国的表妹，6、7年前你看过她的照片，那时候她还是小孩子吧？想起来了哈。那天你胡说八道，我就知道你误会了。那你那天干嘛不讲啊？我那天要送 Maggie 去机场，当然我还是有点不高兴，所以我现在才来。那一天你问我们分手没有？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：我们没有见面的时候，你有想我吗？哦，好，没有。有啦，只是没有很多。只是一见面也会觉得有压力。吗？嗯。不是啊，我是很怕我们的感情啊，就像考试，没考好就当掉。像考试就糟了吧？感情变成压力的来源，大家相处当然也会有压力啊。所以，那我们分手了。你不生我的气啊？小姐，这应该很难用生气还不生气来形容吧？我应该说，我看开了。哦，金针菇。谢谢你，火柴棒。火柴棒？我什么时候变火柴棒？你这样还不叫火柴棒？我这不像啦。哦，真的不生气？不会啊。生气要讲哦。没有生气啊。烧起来了啦！你看，就说你是火柴棒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在当吃火锅是不是？你不是要吃金针菇吗？对啊，是金针菇啊。那无问题，来吧。是啊。快点。要磨它了。你先挤我。烧了啦。在煮啊，等一下还没熟哦。我火柴棒已经快烧完，我那只有一点点了。还没熟啊，那么快。快！散开了，散开了，散开了，散开了。要加大火吗？快点加大火。我现在是大的了。可以啊。江老师，刚才看到 Michael 来请，你有啥好的哦？啊，好有动刀种啊，爱到金针菇，爱要我去医院
看咪咪学姐，做对吗？做得啊。来呀！好像不够暗用天地，也爱就存在个意义。cái Mimi cái papa lão cái heo ở đâu来嘞？哇，cái Mimi 是劲叫哦，叫到cái papa心都软嘞。其實吼，外婆Mimi 嘅好愛啊，人行唔錯，伊行啲買到好食嘅老葉布布啊咧，結果後來吼，我嘅Mimi是冇按啱好咧，那個事情啊，比你想嘅吼好多咧啦，唔錯啦，唔錯，做得，阿公你好。用班有較好冇？有比較好了。啊，安尼是好。爸爸媽媽吼，二兩日停喺外邊有花廊地上講，你安尼做盤佢哋好生意，好冇？佢哋有啥有花，好講下咧，啊？來。对不起啦，你啦。没关系啦，医生说还好你有提到，让我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小星星，没事就好了。你不要生你爸的气，好不好？起码他会来看你。你继母对你也很好，会煮汤给你喝。我住学院到现在，我舅舅都没有来看过一次，连我妈都不认我。你要自主，知道吗？还有，要记得带保险套，是避孕药。你小心。干嘛啦？我有说错。你说很对。要懂得保护自己，知道吗？咪咪，以后想回来学校，还是随时都可以回来。明明，听说你继母不错，觉得要不要就搬回去住了？不要哭了啦。我想去染头发。去啊。你觉得红毛怎么样？还是绿毛？你帮我剪光头，我剪光头，你要不要跟我在一起？那我就叫眉毛。谢谢你今天陪我去看我妈。那是因为你弟很崇拜我吧？最好是啊。干嘛？
喂，你呢？不知道了。喂，你现在在靠女人啊？没有用。咪咪来了。不知道啦，神经病啊！我再问你一次，咪咪来。你要我讲几遍？干你哪务嘞！干！走开！你干呐！给我滚开！小心点，小心报警！报警！走开啊！去报警啊！干你哪！报警！报警！干嘛？有样嘛？好，莫见咗，莫见咗，马上出来。马哥。我付他的呀！用人哦，啊！这种啥咩同尾上打咩？你不应该打到安尼哦。给后生的老金毛的吹笛杯，厉害神哦！刚刚教头，他一来就被送进去。啊！你。金毛。喂，真用人哦，冇用啊，怕唔去干呢？超商呀，冇高头呢。高头呢？你还蛮出来。请问，病患家属啊，你都有什么准备？啊？喺度跪堂做啊，急救也做咧。乜計啊？阿喵，按嚴重哦。盡力的係，盡量做。好啦，冇叫，哎，麻煩了，拜託我，聽錯了哦。好，都盡力，冇放棄哦。喺度做咧。好，真嘅，真嘅，拜託啦，聽錯嘅，係嘛，聽錯嘅。家頭。還想起電啊？起電。係 Q 嗨啊？嚇死我了！是的。哦，是的。哦。那也是低的，那有按简单就消退，系冇？你弄係嘛？冇事情啦。冇事情，注意啊，嚇死你嘛！喂，大家強調誒。哦。好啦，我是幫你答案從有事啊，老闆。哦，按洋蔥哦。叫事情吧，还好吧？哦。会痛吗？会痛哦。會冇？鼻癢痛啊！啊？不要一直跟着我啦！你还是手骨断裂，我们四肢骨折了，不要弄啦！哎，骨頭嘅附件動作嘢哦，冇裝好，那骨頭會硬嘅，叫到都冇法度行路樹，冇法度拿東西呢。哎，你體育老師啊，你去給他注意哦。落係啊，劍講兩句，哎，我實在都唔想答應。唔想答，咪都去答，我係關心佢啊。校長誒，這骨頭吼，係影響一生人哦，較注意啊咧。那個身體硬起家底啦，你試試。唔同叫副茶當好分體，那係洗爽啊。那係水體啦，那係粉體。哦。聲音啊，較聲音哈。那客人來了，你等哦，先穿一水。好，再見。好啦，做啲嘢滾。哦，比，都醫院冇消退咯，也都冇用嘅啦。你講嘛，嘅喏。都佢關心佢咩？啊！
要帮忙要说。你们在上面干嘛啦？我没事啊。金针菇叫我们帮你换衣服。不用。你真的不用帮忙吗？帮我换衣服，他自己来了。去睡觉，晚安。快了，你们要做1年哦。晚安。晚安。哎，你要肚子。哇，这是不然，以后不敢出头毛啦。喂，哎，是做嘛喏？啊？无啦，哎，你妹吼，带动到好食嘅，啊，补身体嘅，来看呢。好，哎，我带去洗衣帮下衫，哦，然后你等下吼，一种动好食咯，好食咯，哎，条条哈，好食嘅，好食，哎。夾條我冇乜冷氣咯。要說注意。哦，係呀你，哦，有乜動？加五谷鸡汤。哦。还有溜柚菜。我叔叔说骨头受伤要放的食材不太一样，建议有 kiss 飯煲，營養咩唔啦？哦，一堂燉凍椒吼。嘛個燉凍椒，細火慢燉。哎，你咪夾有嘅五谷雞湯啊，嗰菜嘅總條是最有名嘅啊。哎，慢慢燉，天然補氣，好捱是最重要嘅。哎，我邊買嘅，至正啊，漢標啦。哎呀，你看，這個，哎，你看人家一片心意啊。哎，是啦。等一下。羽毛哎，你看好掉的毛啊？叫他不要抠了，一直抠哎。会痒啊。会痒啊。来啦，要得的东西不你吃，对身体很好哦。看，超有诚意，里面还这么多。哇。你唔怕卖呀？那该不敢买。这些都是给金毛补的吗？可是这不是给我跟小星星的吗？哎呦，给补黑补黑，哪有分什么男生女生？诚意比较重要。诚意比较重要，那为什么我没有？你去喝丽美煮的啊，他那用煮的哦，比较天然，比较辛苦，也比较香啊。我不喜欢喝汤。哦，不要一直动嘛。喂，你用好点多样咯，哈？我看好都差唔多诶，嚇死你！唔係神咧，
莫再搁条条的人丈夫，向你袂使啦。哎呦，记哦，吼，三餐都煮本色嘞啊，细啊有嘛解？比如查暗部头的事情还冇做呢。哎，莫乱讲话哦。人事病还较大呢，还乱讲话。安尼，你咪一定会嫁出去啊。哦，那可能政府上头你咪哦，几好啊，有冇？点点的都给。按中医理咪，唔讨忌啊。讲也唔讲啊，可能也唔敢。你咪哦，来，我要都麻烦一下呀哈。你往啥讲？朋友初送，老记细餐煮饭，咩应该啊，唔是想摕到。哎，也哈无嘛干问题的啦。好啊，也系清明一拜。哎，去甲衣服我自己洗。唔怕啦，我来做去咯。你们这组根本不会游泳，骨子一直在原地打转，根本滑不出去。你第一次去的时候根本没滑，会游泳又怎么样？有救生衣啊。妹妹，我第二次去滑，一滑就上手，哪像你们啊？臭屁耶！哎，中华小朋友，你这次最好滑好，这次再没滑好，你就不要参加比赛。阿达，你这次再输，你就死定了。对。好了，东东，亚宝的真金无强用哦，做哪个事情就懂认真啊。认真有什么用？跟两个笨蛋一组。哎，你没提高分哦，我们还没嫌你散打烂呢。好嘞啦，大三人本来就有无强用的专长啊，莫安尼严格。教头嘞，快点啦，还不走？那个差唔多，佮信上有讲哦，伤筋动骨100天呐。你看再等你听听，哈，人家八字剑的都拿下来了。八字肩带你戴戴看，很热啊。阿公，记不记得那时候我15岁断腿的时候，医生叫我绑石膏要弄半年，我3个月就拆掉了。系啊，而家3日就拆脱了咩？15岁哪都压来比啊？嘿嘛，注意哦，人家伊就说，唔要开始的哦，开始伤眼的呢，去搞注意啦。你看人家讲法，那个哈，比如讲一下都会好。你更年期了啦，这个也不敢，那个也不行。你老去讲一下嘛，啥物讲一下啦。阿公，来看吼，这个事情对俺个社会来讲，一个难得的机会啊，可以培养佢条啥冒险犯难的精神，啊，还可以训练佢条啥团队的合作啊。两个事情做唔得取消，一定会判。危险呐！你讲的也冇错，系有一点点的危险。但呢，你现在用讲后人的镇店之宝呢，福星高照啊！安尼，社会佢哋啥练习独木舟的时间，你也停停去。你怎么干？你身体按好，头脑又按清楚，停停去啊，系嘛？古再讲，万一有一日，佢条啥可以海上练习的时间，你还是停停去。好，希望你可以听。那逆中犯水呀。走啊！你八字很硬啦，你是反咯。废物组！你们不要怕啦，我跟教头还有教练都会在啊，不行的时候救你们啊。各位出海远游要沉着冷静哦，反正我们都会在旁边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做帆船复位。我们在做帆船的复位是，当我们在海边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教练或是没有其他人，划龙舟还会搞安尼哦。不知啊。
你要叫安尼哦，唔好啦，来来等转。我上下医啊。上下医？你安尼喊做咧？来问教就看看。哎，用呀？上下医。你叫安呢？做唔得？不管啦，我尿下去。东东，你们收掉啊！吃大便呐！快上来，小玉！阿达，你去吃大便。白痴哦，你好像很强一样。阿达加油啊！喝几口水就会了。这是干嘛？这群大白痴，先讲啊！他在干嘛？白痴！拍大陆行棋啊！对不对？白痴！沙滩太长了，本不该走出足印的。书太厚了，本不该掀开扉页的。而海洋何处啊？我达达的马蹄，我不是归人，我是过客。其他人呢？根本也轮到我们自由。哦。给金妹呢？他去倒垃圾。好，好，辛苦嘞。哎，东东。你做嘛还这么天数啊？变好累。东东，东东。心肝都有嘛个事情，就会讲清楚，唔好用压做的方式。我嘛有讲的，记得村主凶差嘞，爱老爱妈讲，爱转移原本互交托，找到记得分下伊，还是会变白痴嘞。哎，东东。外地动认真读嘅比赛，大三年就想要赢。不过东东的事情，迄输人听听啊。然后计条人强办案究，无上真人知道金毛的老阿达无配有点好。记得有点是上达种错，俺冇兴趣，嘛唔想学，用唔到啊。哎，东，啊，痛痛，好痛！我怎么那么白痴啊？
嘿，也叫你来啦。无啦，我本个眼含绿到，没事情。都已经这样了，还跟我事情？做乜解啦？唔好停頭嘅。好嘅啦。唔好停堂啦，希望可以重辦啲唔同嘅咧。我牙會更了嘛。更有啊！都是迄水配嘅啦，通信哦。好嘅好嘅。都來做乜解啊？啲嘢好意啦。條家下捱嘅腳啊，本嘅我都話眼含綠到。哦，幾耐係佢衝頭拋街送點啊？衝！落到我開，我脾氣嚴冇。唔是，我做嘢咧，我自家來就做得啦，自家來做得嘛。子姐好，做得。张老师，这还不你，你的衣服跟便当。哦。安子说，这还专业了。真的要再瘦了？不要。哇，穿。来。好难穿哦。哇靠！东东，你这衣服哪里来的？超专业的。开玩笑，我东东呢？你怎么跟我比？干，死圣诞老公公。操！你骂谁啊？我也是红的。把你头给斩掉。这可以了。好了啦，你们不要这样啦，赶快互相检查一下装备啊，安全重要哎，快点。李正姑，唔叫安尼啊，送唔到下水啊。應該做得啦，不過我臭朋友唔記得乜意思呢。麗美來了，來呀！我哋不到。好，你哋好，大家好。你咪快來啊！愛聽阿公講，伊條今尾我出海，最近今日上大概安全，我叫去求平安鋪，也係潘太太。謝謝。唔該。要懂友好啊，懂禮哦。安子生，小平，把這拍打交。好，謝謝。感恩友好。來，太太來拿哦。太太來啊，有藥啊。哎。江老師，也係本嘢。安子生，唔使氣。做本嘢想可用嘅，叫較好冇？有啊，冇事情嘞，我有夠用嘅。你就好。金針菇。唔叫安呢，還幹下水哦。我上拜路島，跑去海邊玩，被醫生貓臭頭，還得蜂窩性組織炎。
是哦。金针菇，海康哦，哪还有没有下水啊？等一下这样子，你就跟教练把我们的这些行李集中一下，然后我们在汇合点汇合，好吗？出发！哎，好，走了，走了。李教练，等下学员们的安全我会负责，放心。 OK， 我相信你。我们等下在那个基地碰嘛，哈。好。好。待会见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，小心一点。张老师，我做的田大家很有金针菇吗？做的啊。你就要给中途学校的老师都辛苦哈。还好啦，中医一条路就没吃得辛苦啊。跟你中医正义吗？你用不用闷啊？没啦，我只是想，你跟正义虽然是同事，可是工作的默契特别的好。用有可能？用的冇可能。我老唔讲啊，我老给张老师向迄同事听听啊。一开始我没吃到张老师有的乖乖，老伊讲嘛个事情哦，面就按你粗，一天到晚就只会装酷一样。可是我后来觉得他好像只是比较慢热啦。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跟他相处时间比你跟他相处时间再久一点啊，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跟他比较熟，那我觉得应该不是你讲的比较有默契啦。你有想过，冇听错，我应看得较清楚。拜托的诶，那种事情去给他清清楚啊。韩哥，你迄破阿公托个心腔呢？感情的事情，有时候唔得勉强。而且正义也不是那种可以被勉强的人。靠背，我怎么跑到这里？他们晚回来，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会叫我留下嘞，好走，唔留嘞，该进入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走，我答应过教头。阿公去哪呀？阿公临时决定出国医疗。
的读片，对多重生的眼，自由呀自由，唔好受你拖，连多数的人来做，汉江归唔得。